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6日，旧历的5月2日，礼拜4。新闻的头一条，入学就去互霸凌，高一的学生吞论唔敢讲。台南一个高一的男学生，为去年9月入学了后，就去互军来同学甲霸凌，唔但甲木、甲拍、甲踢，甚至佫甲泼水、甲扒头。啊，若无甲老师讲咧，伊讲惊去互同学甲报复，才会一再来吞论。一直到有同学看袂做哩，甲伊红牌过程录落来，通报学校，这个代志才来瘪空。男学生的阿嬷是真唔甘安尼流目屎，讲孙仔互人当作是肉点，老师拢唔知影，实在真可怜，所以决定要告这6个欺负孙仔的学生伤害。一个吞北体学生一直拍伊的同学，一拳一拳安尼拍，拢总拍7拳，去互拍的就是点点心伤。台南一间高职，一个高一的学生伫学校，足侪摆拢去互足侪同学霸凌，但是因为伊惊讲去互报复，所以一再吞论。有同学看袂落去，甲伊去互拍的过程录落来，甲学校讲，大家才知影讲有即款的代志。去互霸凌的男学生阿嬷知影了后，总唔甘的，嘛气噗噗。我读册读啊咧互做肉点，老师拢唔知影，唔够可怜啊！阿嬷足伤心的，伊讲无怪孙仔会愈来愈散。因妹妹讲有听到伊咧喊的声啦，啊，咱我甲问伊也唔讲啦，安尼无可怜哦。学生后来嘛写一封批，顶管写讲拍伊的毋若一个人，甚至还佫对伊泼水、扒头、揪耳孔，互伊足惊去学校的。若去学校嘛感觉真痛苦，足一摆拢想要请假。伊还佫讲家己已经出现耳孔叽叽叫，还佫有头晕的状况。学校这方面讲会开始调查，嘛会约家长来谈一下。也会启动相关的辅导机制，来协助这一个被行为人的这个学生以及相关的行为人学生来做相关的这一个辅导，以及这个学校的保护机制。学校这方面表示讲，会对去互霸凌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但是学生阿嬷讲，伊无法度接受家己的孙仔去互欺负，所以要对共霸凌的学生提出告诉。